在新亞熱烈舞蹈發送糖仔，場面相當喜慶。舊曆新年特別來到，台南眷村年會嘉年華將在1月23到25來舉辦。今年地點頭擺選在永康。永康是台南市最大的行政區，也是眷村相當多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我們特別想要讓大家體驗眷村文化。眷村文化很多，包括眷村的生活習慣，包括它的美食，包括它的一些年貨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眷村年貨都是要醃製的。活動以每年以上規劃眷村年會市集、特色美食大會以及多元藝文演出，彰顯眷村過年熱烈景象。吸引民眾提前採買年貨，差日年前消費買起，有價會有將近100大年貨甲美食進駐。在我們年貨大街的消費都可以登錄啊，憑這個購買憑證就可以登錄來參加我們台南購物節的這個抽獎。活動期間嘛，結合台南購物節共同推廣，民眾消費滿50塊，就當得到一組抽獎號碼，消費愈多，得獎機會愈懸。市府透過年會嘉年華，邀請民眾做伙行入眷村，感受年節風華。台南新聞收派採訪報道。